你由口中吐出什麼？馬太福音15章18節，從口裏出來的是發自內心，才會使人污穢。聖經強調，我哋口中所出嘅話語係會顯明我哋內心嘅狀態。如果我哋嘅話語係為咗祝福同埋鼓勵其他人，咁樣就證明我哋係富有同情心啦。如果我哋經常都分享有關基督嘅好消息，咁樣就表達出我哋對救恩嘅感恩。當其他人喺危難中嘅時候，佢哋係咪知道能夠由我哋口中嘅話語得到平安同埋安慰呢？我哋係咪經常都主動咁為其他人去禱告啊？我哋對其他人嘅話語同埋態度係咪真心嘅關懷？以上種種行為都能夠顯示我哋嘅內心係咪同天父嘅心意相近？我哋係咪經常都為自己所講嘅說話而後悔？目前係咪有人因為我哋所講嘅說話而心中受傷或者憤怒呢？我哋係咪喜歡去講閒話啊？或者我哋係咪有批評人嘅傾向呢？我哋係咪認為生氣嘅時候所講嘅說話係可以唔算數呢？我哋嘅嘴巴係咪經常都抱怨？呢啲行為都顯示出我哋嘅心可能係唔似天父嘅心啦。我哋亦都可能會話：唉，我就係咁樣噶啦，經常都無心講錯說話。但係聖經上係講到好清楚嘅，喺雅各書3章3至10節嗰度，惡言惡語嘅舌頭係唔喺聖靈嘅管制之下。其中第10節係咁樣講嘅：同一張嘴竟然有稱頌主，有咒詛人，我的弟兄們，這是不應該的。一張成聖嘅嘴巴係神可以用嚟使用嘅美好器皿。如果擁有一顆好似天父嘅心，口中就只會吐出純潔同埋仁慈嘅言語。唔好再為自己所講嘅說話嚟揾任何藉口啦。求神饒恕我哋所講嘅冒犯之言，然後求聖靈去管制我哋嘅心思意念。等我哋口中吐出嘅每一句說話都能夠被神使用嚟幫助同埋造就人。求聖靈幫助我哋啦，阿門。